的人会攻击人，甚至是家己的生活无法自理，严重去影响着人民百姓后日的日子。十日期间，就连皇亲国戚也同样，因为有人做通商，进了鸦片来到大清帝国。其实我自己交在一个人君面头前，签了指令，我身为少督大帅，绝对无可能轻易了过。其实一撮拢要到广州来人，伊命人安排好主车，但不可怠慢，向前来去。大人，阮准备。